美玲啊，你酒碗碟甲收起来。是，袂用伊收的。莲花，食这顿饭啊，你讲心讲心的。哦，无啦。这位讲公司的船就要入港啊，真侪工课你都要斗发咯，唔通搁拍拍走安尼，有听到无？有啊，我有听到。来，快来包来，来，阿芬啊，美玲，来，这红包给你。多谢高丁。好来，这个给你。多谢高丁。哎，我来。喂，嘿，崔丽。喂，李少爷，已经是离高暝啊？纸穿好啊未？是你家己要送来，还是我派人去恁兜收？好，无问题，你放心，我会到处理啊。谁的电话？对我一个朋友，因兜有淡薄仔代志，拜托我去甲斗相共啊。哦，你的朋友应该唔是那玫瑰人哦。毋是啊，毋是啊。唔是上好啦。你敢知影？迄个查某是安怎要互做玫瑰？就是咧甲你讲，伊虽然生做真水，但是规身躯拢全刺，男女经插女亲啊，血水也着插顶啊。好啊，我要去阮朋友兜，要去甲斗相共。美花，啊饭还未食完，你是要去倒？美花，食一顿团圆饭吼，查某囝无伫的，后生心无伫厝的，敢会是即个家庭想要弄家山地啊？后来，拄仔敲电话迄是查甫啊查某？查甫的。你看啦。新年快乐啊！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老大，多谢大。来，大家哦，手伸较长哦。好，来，你说啦，你哪是啥？是马萨大讲，你要来遮做我位咯，专工哦叫我来陪你的啦。是啦，李少爷，坐啦，碗碟拢甲你准备好呢，啊，坐。来，甲李少爷倒酒。好。好啦。李少爷，你摕去。这是你放心，阮岛上信用第一。等年过，银行若开，这张支票就马上兑现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来，咱大家哦，敬李少爷一杯啊！李少爷，同意哦。马上，顾上，你来啊！坐来，你两杯啊！搁搬一个椅啊，碗碟搁准备一副啊！无啦，我无要啉啊。无你来创啥啦？跋筊啊！啊？你看，我钱拢传面边啊，
我这道要跋爽，为29暝，我找5加开啊！来，无紧无紧，来，好啊，大家有物件准备者。哦，是。李少爷，你不是讲要骗，要试看卖你的手气无？啊？好来。你我倒来，什么代志？公司的时阵就一直讲啊，有一大堆代志爱斗法度。啊，我问你，你咪因一个有倒来无？有啦。因着话安尼提提突突。后来，美玲，棉花有倒来？有啦。有，照是讲哦，啊无两个拢赶转去哦。你上19暝迄天出去了后，到即马都还袂转来。哦，愈来愈毋习惯，这拢你想歹。兄弟，出国手续就要办好啊，时到该押上飞机送去香港，安尼就会用的啊。哎，冇事冇事，啊，准点去。我唔惊。加油啊！吹啊！天高红啦！天公红袂歹。起来吧，加起来，来，过来过来，哎，小蛋，我来说。哦，你说。来请。好，用的哦。来，退了。哎，我倒。来，请。好，好啊吼，来请坐。全地。甲加起来啊！来，李顺，来我，来这里的。吹啊！歹势哦，来。你开的机票我若领着，较侪我拢就。林副总，你负责去甲保险公司哦谈赔偿的代志。迄是咱公司上大台、上趁钱的阵呢，即马是要安怎？市警哪有啥物路用？公司发生这么大的灾难，嘛是靠咱两个老点点镜头卡片。咱公司敢记载得着？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哦无遐尼紧落来啦，但是咱即马要赶紧传一条钱哦，发落遐受难者的家属啊，迄是家财呢。家财讲，咱寄入银行的钱还佫有够通用。金经理你好，哦，丁经理哦，我拄则想要敲电话给你啊，小拜托，你去甲我查一下，我寄伫你遐钱吼，还佫偌济会当动用的，嘿，哈，你讲啥个啊？啊，明明偌个100几万哪会无？几落张支票到去？无啦，我公司最近就无开了大数目的支票啊。哈？托库，托库是安怎啦？托库，李先生，
机票顶面的大细粒囡仔，阮拢鉴定过啊，千真万确，无毋对。机票的代志到底是安怎啦？今仔日咧加加呀，总共600几万。600几万？业主，变化这个业主，你这当时偷摕我的机票了。你是讲，迄个机票是棉花开出去的？机票顶头写的就是棉花的笔迹。我请人调查，迄600几万是棉花开有交警的。交警？啊，棉花是当时我遐跋筊的啦。去了了，金德义去了了，我你讲对，去了了。无问题，无问题，公司等去处理啊。发生这大代志，总交代啊，你走去倒位去啊啦？总经理，你总算是出现啊啦！当事长找你找几啊天啊呢？咱公司的货船停去啊，即摆规间公司乱糟糟，真正唔知要安怎呢？你讲啥？咱公司的船停去？是啊。放心啦，我公司的船有保险，一定会赔偿给大家。嘿，是。无要紧，你有偌济算偌济，啊，我开本票给你。无，咱即摆是要安怎啊？来用关啊！票若是跳吼，啊，我就违反票据法啦。我看我若无来这家代志袂解决的啊。这棉花，你去跋输偌济钱啦？棉花，大家世界咧找你，公司出大代志啊！你入去见公司。我的棉花是我，好啊啦！你快个跑！好啦，跟你也没有错。多少？棉花，你咱这样好600万，你是安怎算？是的，我不是调岗。是的，我两亿块啊！下来！多少？快上！这个是一万两块钱来。即摆迄个李明华都亲像粗糠钱无油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哪会讲明华的钱无有？李明华的老爸已经知影，伊跋输叫偷开机票的代志啊！那呢？你老爸敢有对伊安怎？要毒要刣后，迄新刀的代志啦。没错，你听我讲，阮公司的货船伫海上失事停船啊，损失真严重。而且我头前公司600万的机票嘛逼空啊，这所在袂大，紧，你明仔计赶快倒来走。是要走去倒？走去倒拢会用的啊，总共一个爱紧离开遮，啊若无用我路上找着。紧的啊！伊袂对你走啊！恁若为美煞房间行出来，恁两个啊，无讲你毋知啦。我是美煞啦，第一个查甫人，伊是我的查某。原本是看你有钱，我才会叫伊去甲你做伙。美煞，你讲的敢是真实的？你讲起，你说你带我去交警，这一切拢是你的阴谋计算。无毋对，我就是学一个可能互你听。你讲的无准实，我要听你讲。是，所有的代志，就像你讲的同款，是阮学一个可能互你听。敢讲咱的过去全部拢是一个骗局，伫你心内
就敢若只有人客抑甲有酒类的关系尔。无毋对，你若是阁有钱，我当然当继续甲你做伙。毋过即摆你啥物拢无啊，我袂阁继续留伫你的身躯边，更加无可能对你走。条条吼，走啦！以后莫过来糊糊伫啦。你这个恶魔，敢是兄弟！给我死出去！你紧走，以后莫阁来。天顶的星闪闪烁。明华，起来食饭啊！莫会阁困啊！我想要爱的家，就是即摆呢。我真正感觉足幸福。若是咱赶紧嫁互你，我就当离开即摆的生活。我一世人，就刚要娶你一个。我遮尔爱你，不管了我等偌久，我拢一定会等。伊是因为歹命，所以才会坠落烟花，而且对我真温柔体贴，伊是真心的啊！真心的，温柔体贴的是对付查甫人的手段嘛。我有一个人客，伊用一个场，我去留你一个。我是美雪啦，第一个查甫人。还是咱来试者出去看卖咧，好不好？伊是我的查某。原本是看你有钱，我才会叫伊去甲你做伙。所有的代志，就像伊讲的同款，是阮乌一个困难互你听。靠啥有去拜托人探听？伫你进前有几个查甫人拢可以舞到浪家线体。你讲着被逼买厝，破产，你家财产我败了了。想要创啥？你真搞害甲足凄惨的。阮李家因为你来破产，我今仔一定要讨一个公道。你即摆随家钱吐出来还我！你甲林姐，你莫后袂来啦！今仔若是无还我钱，我就杀你做小。我无钱，钱拢伫咧马三遐。你听准我唔敢杀你哦！就算你甲我抬死，我是无钱会当还你啊！明华。我拢无带了，咱过去的旧情。旧情，咱敢也有旧情？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绝情，我杀你是拄好尔。你即摆随个啥动乱？动乱！你想要创啥？动乱！我今日就要看你是我是不是好的。林华，
要杀我，因为你甲保山，伊要找我讨公道。要安怎啊？我总有一天会死伫伊的手头。伊若一天敢有来遮找麻烦，嘛毋是办法。无看，遮莫阁大。你甲物件款款的倒来去外地，酒家慢慢去啊，吼。好。大哥，生意。先生，你咧遮已经住几礼拜啊？即几工的房间钱，敢会使先真清的？我头下袂要走的啊。一礼拜隔一摆，这是阮遮的规矩。电话叫者。喂，阿红，我变化啦。我有一件代志哦，是要甲你参详一下啊。啊，因为我即摆人伫外口，啊，身份证钱哦拄好用完，想要甲你借几百块啊。甲会当麻烦你送过来互我。我甲你保证，过几工啊，我就马上还你啊，好无？什么？保钱？哪有可能？你咧讲生笑，才几百块尔。好，好啦好啦，你稍等下，我马上摕钱来请啊。